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9，以弗所书2章8节到9节安尼讲，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，是对于信。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毋是出自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对信。因为恩典来得到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，主啊！愿满心感谢你，敬拜你，学罗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你是了你无比的救恩，也赏赐阮属天的快乐甲愿望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主啊，愿承认，若毋是你的恩典，阮实在就徛袂牢；若毋是你的救赎，阮犹原活伫罪甲死无的中间。主啊，对安尼，阮就较实在，阮对信，因为恩典来得到救，毋是出自阮本身，乃是你所赏赐的，毋是出自阮的所行，免得阮来夸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